好，大家好。2025年嘅10月20號至10月24號，中港美股市分析。今日我嗰個標題咧就講港股啊，峰回路轉，撲朔迷離。我哋先睇睇個風險聲明先。OK， 嗱，今日準備咗個內容咧，就有 A、B、C、D 有4點。今日咧就多咗一點咧，就係同大家係分析下咧 B 點嗰個港交所388同埋恒生指數期貨 HIFC 嘅一個相關嘅一個分析，有冇關係？第二有冇領前落後嘅一個分析啊？咁啊，響一陣間咧再同大家去分享。我哋先睇睇 A 點嗰個綜合分析先嚇。我話咧呢個禮拜港股咧可謂峰回路轉，撲朔迷離，令人無所適從嘅。星期五恒生指數光頭大陰燭急跌641點。並且佢跌破咗個 E-low 極點低位，即係唔係話跌夠啦，破咗呢個跌夠啦個位，破咗，發出後市睇淡嘅一個沽貨信號啊！夜期星期五嘅夜期最後咧收市嘅時候咧大幅上升638點，啊，完全收復咗日間 T+0 個時間段嗰個跌幅，即係641點咧，完全咧就收復晒啦。咁啊，市場波動嘅詭異咧，莫此為甚嘅。嗱，喺星期五10月17號直播入邊咧，我指出港股後市咧有起，亦都有憂。咁啊，起者咧就係本週啦，港元對美元嘅匯價輾轉走強。咁呢個反映咗有大量嘅資金咧就流入嘅，否則嘅話咧，港元都唔會轉強啊咁樣。自必然咧有錢流入嚟，咁啊買港紙咁樣，咁啊港元就強啦。咁啊港股咧係對港股嚟講咧係絕對利好嘅。另外一方面咧，人民幣咧亦都處響較強嘅一方，呢個係港股嘅一個定海神針嚟嘅啊。咁呢個起嘅一面話好未完咧，夜期咧就急升600幾點，即係你日間跌咗600幾點。夜晚咧夾翻600幾點上去咁樣，啊，完全收復日間所有嘅跌幅。港元同埋人民幣嘅強，果然係起咗一個定海神針嘅一個作用。好啦，憂嘅一方面咧，咁港股星期五嘅急跌640點咧，就破壞咗港股恒生指數完美嘅一個上升通道。曾經咧係出現6次極點低位，即係6次跌夠啦，跌夠啦，咁然後咧又再上6次出現，終於咧星期五10月17號咧光頭大陰燭咧就打破咗啦，啊，咁啊呢個咧係憂嘅一邊，此其一。其二咧就係個 RSI 反彈受壓響下跌嘅，再下跌蝕低，咁呢個係技術性嘅一個睇淡嘅一個信號嚟嘅。咁啊，第三咧就 Top 10 10個大戶咧，佢哋嘅恒生指數期貨淨沽空合約突然間增加咗約7000幾張，7000張啦，6900幾張咁樣。咁呢啲咧都係憂嘅一邊嘅。咁啊睇跌，咁啊增加沽空，突然多咗咁多張，咁自必然係睇跌後市啦。香港基金大佬係咪啊？咁啊，所以呢個係憂嘅一邊啊嘛。咁後市點樣走咧？我話咁樣，咁究竟？星期五日間咧就急跌600點，夜晚咧就急升翻600點，完全咧就消化晒嗰個跌勢咁樣。咁後邊係點樣行咧？咁樣吓，咁我話咧天下沒有不跌嘅股市嘅啊，包括咗美股、港股呢個咧，亦都係我呢2個禮拜嘅一個大嘅一個標題咁樣。咁嘅意思就係咁講，要跌啊，它還是要跌的，要跌它還是要跌的。夜期反手急升，呢個係大資金作祟，全部問題咧都係嗰啲錢話事。咁個錢嘅背後，梗係有佢嘅原因嘅，咁樣係咪？咁啊，錢作怪。咁我哋咧正處向一個有錢話事、資金大晒嘅一個市場。美國咧就唔係咁樣。美國方面，馬斯克啊 ，Elon Musk 咧，佢敢唔敢講咧？我大晒，美股升跌我話事，佢敢唔敢講？
咁答案當然係否定㗎啦，咁樣係咪？港股嘅總市值咧，最新嘅總市值咧，約莫咧就係五萬億美元，即係5兆美元咁樣。美股單係一隻 Nvidia 嗰個市值咧，而家咧就都係去到4.6兆億美元啊！即係一隻股票相當於你香港成個市場嘅總市值咁滯啊！咁啊，從呢個數字嚟睇啦嚇，港股嘅升跌絕對係資金話事嘅一個市場。港股嘅升跌咧，就同公司嘅業績好唔好、好啊好、壞啊壞啊咁樣，你完全就冇乜關係，即係毫無關係嘅，完全沒有相關。咁起碼依家係咁樣啦，係咪？好啦，美股三大指數，道指上個禮拜一佢跌破咗追蹤式嘅止賺，減磅離場，跌破咗位啦嘛，即係佢hit到個追蹤止賺位啊嘛，先離場一半先啦。星期二10月14號咧就出咗個跌夠啦個信號喎，極點低位45471喎。咁因此咧，兩個指數咧都中間有啲矛盾啊，咁所以咧暫時咧就觀望嘅，離場咗啦。咁啊暫時咧就觀望後市咧，暫時都係觀望嘅。標普500咧亦都係一樣咁樣啊。10月10號咧就跌破咗追蹤止賺，減磅離場，同時咧亦都跌夠啦，同時出咗個跌夠啦，個極點低位65508啊嘛，都係咧。觀望啦嚇，暫時觀望。後市如果跌破咧，就可以睇淡，因為佢有個 E-low 喺度未人破嘅嚇，有個 E-low 未人破。如果破埋個 E-low 咧，咁後市睇淡啦。Nasdaq 咧一樣啊，同標普亦都係一樣。咁啊減磅離場，咁啊同時亦都出現咗跌夠啦，個極點低位係22193，都係觀望。後市咧如果跌破咧，都係要睇淡啊。咁啊，好似上面我所講嗰啲要淡嘅時候咧，佢都要跌嘅時候咧，佢始終都係要跌嘅。天下間冇唔跌嘅市場嘅啊！好啦，恒生指數最新嘅一個分析啊，星期五10月17號收盤係25863，跌咗641點，亦都跌破咗個極點低位，發出個睇淡沽貨信號。星期五嘅夜期咧就急升，逆向急升638點，收復日間嗰個失地，即係收復日期嗰個失地啦。咁啊，港元期間咧由強咧就略為轉弱，整體嚟講咧，港元咧仍然係處喺一個強勢。你睇下個圖你就知道啦，喺7.8聯繫匯率嘅下邊啊。挨近啊，即係唔係話，即係仲有最後一里路啦，挨近嗰個775嗰個強方兌換保證價，即係港元係絕對強噶嘛，咁樣啊。目前咧港元咧係處喺一個強勢嘅，資金咧係源源流入嘅，否則嘅話咧你唔會強噶嘛。下個禮拜一10月20號係到個阻力咧就響25734嗰個係一個阻力。假若佢係突破，佢可以進一步挑戰27235。如果佢突破咗25734嘅話啦嚇，咁佢可以進一步挑戰27235咧。咁啊，恒生指數27235咧係一個重要嘅一個阻力位，係高位減磅離場嘅一個價位嚟嘅，估計係唔容易突破，估計佢係唔容易突破27237。如果佢突破咁就點樣咧？咩事都有噶嘛，咩可能都會出現噶嘛。如果佢突破咧，咁必然咧係有個驚天動地嘅消息爆出嚟。今日會同大家講如何成為 TSCI 囧囧頻道嘅 Patreon 會員。第一步，留意 YouTube 影片下方點擊顯示完整資訊，點擊加入 Patreon 會員嘅連結，進入 Patreon 嘅官方網站。繼續第二步，到訪 Patreon 嘅官方網站 TSCI 囧囧頻道嘅頁面。第三步，請按右上角嘅登錄繼續。如果你仲未成為 Patreon 嘅會員，請點擊頁面下面嘅註冊，並繼續
第4步。如果你已經成為咗 Patreon 嘅會員，可以跳到第5步嘅登錄。嚟到第4步，要註冊成為會員，填寫你嘅姓名、電郵地址同埋創建你嘅密碼，然後按註冊。你亦都可以用 Google 註冊或者用 Facebook 註冊，只要點擊相關嘅按鈕就可以啦。第5步，相信大家已經成為咗 Patreon 嘅會員，填寫你嘅電子郵件及密碼，點擊登錄繼續。你亦都可以透過 Google、Apple Account 同埋 Facebook 登錄你嘅 Patreon 賬號。第6步，完成登錄之後，喺右上角嘅搜尋欄裏面搜尋 TSCI 囧囧頻道，點擊選項進入。第7步，選擇適合你嘅會員級別，我哋提供咗金或者銀會員級別，分別係40蚊美金同埋25蚊美金，點擊加入繼續。呢度要注意嘅係，金會員有專屬影片觀看，並設有 YouTube 直播嘅 PDF 檔案同埋聲音檔案下載，方便大家重溫精彩嘅內容。第8步，完成你嘅每月付款，填寫付款方式同埋確認你付款嘅金額。完成填寫之後，可以點擊確認或者更新並繼續。呢度要注意嘅係，英文版網站嘅 CVV 係銀行卡嘅安全碼，你可以喺銀行卡嘅背面揾到白底黑字嘅3位數字。另外，香港嘅郵政編號可以輸入0000005個0代替。另外，如果你已經註冊並登入咗 PayPal 嘅賬戶，你亦都可以用 PayPal 去付款。第9步，恭喜你，你已經成為咗我哋嘅 Patreon 會員，點擊進入 Get Started。我哋亦都歡迎閣下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群組，按下廣播群組連結就可以收取陳老師嘅所有資訊發布。按下 Telegram 私信連結就可以提問，老師會盡量解答你嘅問題。完成啦，即可瀏覽會員專屬內容。金會員限定，除咗有專屬影片之外，仲有 PDF 檔案同埋聲音檔案下載。好，多謝晒。